二郡主好剑法呀，不比城主当年差。好剑法。二郡主不仅学识渊博，武艺也精湛。少城主卓考将近，你可要勤于习武。等日后你得了武职，我还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。您放心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等您当上少城主，我一定尽心辅佐。少城主卓考，我和芊芊皆是候选人，谁能当选，犹未可知。您就等着瞧吧，陈芊芊绝对没戏。此事不必在意。嗨，三公主，陈芊芊，比一场。你这伤还没好呢，这等我伤好了，我打得你心服口服的啊！你什么时候那么娇弱了？脱个臼到现在还没好，我看你就是怕输吧。我就是怕输，不比我就不会输。陈芊芊，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？离裴思轩远点！他怎么？他的武功？陈芊芊不会武功了？母亲，你召见我。芊芊，听说你最近勤勉了不少。当然，我最近真是非常听话，谨小慎微，特别的乖，生怕闯祸。听说你的府上倒是添了不少的乐人，怎么最近贪玩不少？难道你忘了你是义城郡主了吗？母亲教训的是，女儿知错了。不，母亲，你真的是误会二姐了，是韩硕把所有人送到二姐那儿去的，二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姐妹情深，你就不要再替她开脱了。禀报城主，对于少城主卓考一事，我有一个建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花园城向来是女子当家，连司军一职也是由女子担任，而少城主是城主的继承人，更是文韬武略缺一不可。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对于少城主的选拔却只有文士和策论。城主何不让各位郡主也参加武士？武士，二郡主和三公主武功卓绝，尤其是三公主更是身手不凡。在花园，她陈芊芊敢称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。该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我高考无望了吧？为了我单加了个体育加分项，林七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心？林七，这武士怎么安排？擂台比武。完了，我露馅了，林七发现我不会武功了。不行啊！这不公平。母亲，你想啊，这所有人都知道我武功好，专门为我增加武士，这明摆着走后门，不公平啊！母亲，芊芊，这可是给你开设的特例。文诗和策论我暂且不论，可这武士你总该赢一场给我看看吧？别任性，芊芊，你武功高强，到时候点到为止，切勿伤了他人性命。那要是别人伤了我呢？调皮，你若有心放水，轻勿怠慢，我定会重重的罚你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不，三公主，城主同意增加武士，那是对三公主寄予厚望。三公主可一定不要让城主失望啊！芊芊，二姐，刚刚林七他提出要增加武士，你怎么不站出来提反对啊？这对你当少城主很不利的。圣母仙没有责任，咱俩赶紧找他。走。哎，少城主理应文武双全才可服众，增加武士也无可厚非。倘若武士中你我成了敌手，大可将姐妹之情抛到一边，万万不要相让于我。
也想让让你，这不赶鸭子上架吗？这不，唉。你和我从小打到大，现在终于可以在正式场合堂堂正正的一决高下了。咱们演武场上见。生活终于对我这只小猫咪下狠手。南公主，怎么了？一脸不开心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把武士给躲过去。还说可以帮我。